今次介紹嘅行山路線係 B11沙澳逐蛇過深涌，行程分兩段，由白沙澳出發，經蛇石坳落山往深涌，沿海旁經紅樹林出榕樹澳，再沿引水道前行至終點水浪窩。路線全程約11.7公里，攀升高度約460米，下降高度約450米，全程需時約5小時，難度評級為3級，屬難行路線。至於裝備方面，建議穿着有護畫同埋抓地力較強嘅行山鞋，並攜帶輔助器具，例如行山手杖等，有需要時使用。要前往起點白沙澳，可以由西貢市中心乘搭綠色專線小巴路線7號直達，班次約30分鐘一班，車程約30分鐘。行程結束之後，大家可以乘搭九巴路線99號前往港鐵烏溪沙站搭車離開。此路線起點、中段同埋終點都設有洗手間，建議大家出發前準備足夠嘅乾糧同埋食水。行程第一段：白沙澳、蛇石坳、深涌。喺白沙澳落車，落車之後按路牌指示沿深涌方向前行。沿途山徑平坦，亦都有樹木遮蔭，行起嚟舒爽涼快。途經分岔路，靠右繼續前行。呢度靠左沿樓梯上行，有洗手間可供大家使用。靠右繼續向前行，再靠右前行。經過白沙澳，大家可以沿途欣賞各種舊式村屋，橫過石橋，按路牌指示往深涌方向前行。喺路口按路牌指示左轉，下行往深涌方向。下行之後冇幾耐，會途經一條溪流，大家沿石面行走嘅時候要分外小心。如果溪水泛濫或者水流過急嘅時候，請勿嘗試過溪。跟住嘅山路較為崎嶇，而且凹凸不平，大家要小心前行。經過蛇石坳，此路中間會有一塊蛇石，而嗰個仿如蛇蛻皮之後嘅獨特坑紋，令到佢得到蛇石嘅稱呼。繼續前行，會經過另一條小溪，橫過溪澗，路途碎石較多，大家要小心行走。之後就會到達深涌。行程第二段：深涌、榕樹澳、水浪窩。按路牌指示，繼續往榕樹澳方向前行。沿途冇遮陰，大家可以預備防曬用品。路旁有小徑通往天主堂公民學校，附近亦都有餐廳可供休息同埋作補給。經過深涌大草地，沿途可以欣賞大自然嘅風景。不過大家亦都要留意，草地範圍屬於私人地段，切勿胡亂闖進。沿路繼續前行，會經過一個分岔路口，按指示牌靠左往榕樹澳方向前行。大家沿路亦都可以欣賞馬鞍山嘅景色。沿路繼續靠右前行，途中有士多可以供補給，請留意士多營業時間。沿海一帶亦都有一片紅樹林，有住豐富嘅生態物種。再向前行就會到達榕樹澳。靠右前行，行過村屋。呢度有洗手間可供使用。
再向前行，亦都有涼亭供大家休息。之後上斜坡，途中會有分岔路，左轉會進入榕北走廊往北潭涌，而今次行程會右轉往終點方向前行。沿路行走嘅時候，可以欣賞企嶺下海一帶嘅景色，但亦都要留意此路段不時會有村民嘅車輛經過，大家要注意安全。沿路靠左繼續前行，沿途有椅桌可供使用。之後靠左繼續上坡，冇幾耐就會到達今日嘅行程終點水浪窩。呢度有洗手間同埋補水設施可供使用。之後向公廁嘅相反方向行，再橫過馬路去對面巴士站，就可以乘搭九巴路線99號前往港鐵烏溪沙站搭車離開。班次大約20分鐘一班，車程約20分鐘。今次行程亦都結束。如果你嘅智能電話已經安裝可以使用 GPX 檔案嘅相關遠足應用程式，可以掃描畫面顯示嘅二維碼，下載 B11沙澳逐蛇過深涌嘅路線資料，或者瀏覽行山樂網頁獲取更多遠足資訊。行山有益身心，但保護大自然同樣重要。請謹記無痕山林7大法則。